工聯同勞工局合作推出嘅中壯年人士就業輔導計劃，至今有超過12000人完成課程。陳永輝報導。開辦嘅職業技能培訓中心運作至今已經4年，最近又同勞工局合作推出咗中壯年人就業輔導計劃，當中包括美容課程同埋語言課程等。推出以嚟已經有超過12000人完成課程。工聯話，參與各個課程嘅學員以30至50歲人士居多，期間有唔少學員完成課程之後成功轉職或者係創業。不過佢哋冇辦法統計呢啲學員轉職之後嘅人工或者係創業之後嘅情況。不過佢哋認為舉辦課程社會有得益。工人透過呢一個再學習，喺人民嘅質素提升嚟講，情操嘅提升嚟講，亦都係搞培訓課程裏邊咧其中一個咧收穫嚟嘅，亦都係一個社會嘅收穫。佢哋促請下屆政府繼續開辦培訓課程，協助中年人士提升競爭力。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永輝報道。